天热就来场人工降雨，这不是谁都能有的待遇。这是那个牛杂蛋，这个是最不好烤的。一般能烤的不好烤的客人就是找我俩，我喜欢俩给他烤那种。鹌鹑、心脏，稍微撒点盐面，烟熏串，烧完慢了它就糊了。搞定了几组难烤的食材之后，崔哥选择休息片刻，这让李姐有点不太理解。短暂的勇气值爆表之后，崔哥正等着自己降落。买袋圆葱去吧。从来没赢过我。哎呀，我也服软过。服软也是我先败的。我俩是网购，网恋。那个时候就是 QQ， 他响了，我听了。当时我一看，好像没看好他，但是时间长了就会能感觉到他很真诚。其实挺幸福的，这10多年挺幸福，真的挺幸福。在茅草屋，崔哥其实是最懂把握火候的人。他用一种从容不迫的节奏，让自己的生活和茅草屋的生意越来越火。傍晚时分，结束了广场舞的超限族大妈前来补充能量。王总，给这边来个火。好，得多吃吧啊！鲜美的凉水大串好像拥有一种让人兴奋的力量。几串下肚，兼职小院气氛组的大妈们情绪逐渐高涨，他们从不犹豫，直接原地登场。夜色渐凉，小院的气氛却热到发烫。崔哥和李姐也加入了狂欢，也许这才是吃烧烤最该有的样子。来这个边境小镇看看吧，这里的生活虽然不是夜夜笙歌，但吃饱了大串，今晚的舞蹈没准会跳到天亮。